来，各位同学来了。数二。来，你要来看宇宙。来，宇宙界名词哈，高炸的无啊。你们功课有没有讲过这个宇宙的定义？有啊。宇宙是指什么？太阳系。无啦，国文内啦，古文来底啦。古文来底，古时候就有宇宙，它是怎么解释的？而且另外无啊，另外就古文来，我以前是安尼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做宙。所以宇宙就是所有时空的总和，上下四方的宇是空间，古往今来的时间叫做宙。所以这是宇宙。古早人当然唔知宇宙偌大，但是咱今摆科学家伊知影，咱的宇宙偌大，大约150亿光年。估出来哦，咱宇宙到现在诞生多久了？就正好150亿年。精确一点是146，这是算出来哦，有根据算出来哦。那你说在150亿年前是什么？在150亿年前，咱即摆宇宙所有的星体、所有的物件拢就伫一个点内底哦，集中在一个点哦。那时候没有什么原子的空间哦，所有的质子、中子、原子全部集中在一个点，然后在那时候发生了，咱有翻译Big Bang。大爆炸、大霹雳，全部炸开，以光速扩张，接近光速啦。我们无法到达光速，以接近光速扩张、膨胀，到现在经过150亿年，变成现在的宇宙。算来一个安尼膨落来有无止境吗？还是膨到一个时间定住了？还是丢等来，又周而复始，都有可能哦。这个东西到达没有定论。但是咱卖想啊，咱得先来讲，咱的重大宇宙，先来讲咱的太阳系，The South Solar。太阳系以太阳为主，你也知影咱的太阳。占整个咱太阳系还有啥物？除了太阳之外，咱有8大行星，行星内底有彗星，还有彗星，还有矮行星，对无？一大堆哩哩扣扣的，还有啥物？小行星、行星环。但是你把这拢加起来，伊的质量还不到太阳占了99%。所以讲，咱太阳系几乎所有的质量都是太阳。都是太阳，以它为中心，这个就是咱的行星。再来咱来看咱的行星，迄个恒星甲行星的台语讲，看起来拢是平星，所以这分袂出来哦。第一条是啥？来，上弯，咱的太阳的第一粒叫啥？水星对吧？水星有啥物特色？第一，伊飞上紧，因为伊的公转周期最短，它最靠近。伊顶管完全没有大气，晓得吗？它太接近太阳了，伊的空气要有太阳风全部毁掉。嘛，因为没有大气，所以这条星球有一种结果，伊的冷热非常不均。伊面对太阳迄边伊的温度会达到400几度，但是背对太阳的背面伊的温度会让零下100多度，它烤得很不均匀。面对太阳那边热的要死，对太阳。水星的英文名字叫 Mercury。Mercury 伫希腊神话内底，咱的行星大部分拢是希腊的神。这粒水星 Mercury 伊是信差之神的上飞啦，上飞爱走足紧对无？拄大家看伊讲，这粒星旋了足紧的，所以咱叫伊信差之神 Mercury。来，后一粒。
金星对无？这个金星是咱的天气内底，除了太阳、月亮之外，咱肉眼咱看到上光的第三个。好，当然是因为它虽然不会发光，但是因为它离地球近，它也离太阳近，所以它反射太阳光，在我们肉眼里面可以看到最亮、最耀眼、最光彩夺目的。所以金星的英文名叫啥 ？Venus，Venus 哪有秀？维纳斯啊，维纳斯是什么神？美神嘛，哈，美神不是爱神哦，美神嘛。你在希腊古话来对一个贝壳上面的女神，那个维纳斯 Venus， 盖睡眼，盖睡眼，它整个金色的，为什么看起来是金色？伊的特点，如果它水晶特病，伊表面的大气层非常厚，大概是咱地球的100倍。按过伊内底的成分全部拢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什么气？咱对什么气？温室气体。所以金星的温室效应足恐怖的，伊是咱所有灵体内底温度上悬的，伊比水星较悬，而且伊是规了拢要到500度，整颗都500度，所以一丁管没有液态水，通通变水蒸气了，通通变水蒸气了，这个伊算是地球的孪生兄弟啦，因为伊的大细粒甲迄个拢甲地球差不多。但是地球拄开始甲金星相共哦，咱地球表面的大气温拢是二氧化碳哦，但是咱地球经过一个脱胎换骨之后，咱的二氧化碳已经存足少，所以咱无遐恐怖的温室效应，咱都充满了氮气跟氧气。这些地球跟金星后来走向，因为大气的变化不同，那分道扬镳啦。我们地球变成一个蓝色的水的星球，所以后一粒就是它。那里地球，二子地球，地球二子这个名字大概是行星里内底唯一不是希腊的神，但是有人讲伊是大地女神盖亚。不是艾维斯。啊？艾维斯。哪？艾维斯。战神。后边一粒就下一颗就是什么？地球我们不用多介绍了，地球的下一颗是什么？彗星哈。Mars 是啥物神？火星规条拢红色的，红色让你联想 blood， 血，对吧？血，互你想到战争，所以 war 火星是战神 Mars， Mars 战神。咱以前人类咱用迄个标镜就望远镜在看火星的时阵，咱隐约看到火星顶管盖成有运河的痕迹哦。所以迄阵咱拢电影内底拍火星人，有人开运河，安尼火星顶管有大外星人哦，所以我们很多后来我们登陆火星了，那时候好奇号登陆火星，搁塞一台车落来，去火星顶管拍拍照，搁伊共乌头。乌头要创啊？做分析，看微生物无？因为我看无物件，但是万不伊这图内底有微生物我来分析，分析了伊的数据就当场传回地球啊。这个好奇号的车，咱袂叫转来，无材料叫伊转来啥物也运转来咱好不容易把它发射到那边去了，怎么回来啊？那都没有人的但是资料回来，连微生物也没有。这个火星战士，这四粒地球做帆顶带头，因为咱住伫地球顶端，咱叫伊地地行星。就是讲这四粒的性质拢甲地球差不多。咱后壁内幕四粒光了，咱较来比较这两个无共。皎洁小行星带。线足侪碎片，
有一种讲法就是讲，接本才有一粒行星去讲出来，讲啊水糊糊。嘛有一种讲法，咱的太阳系拄啊形成的时阵，就掠这个碎片只，这无法证实。二来，这粒行星之王木星，是所有咱8颗行星内底上大粒的。木星跟它size跟它大一点也变成另外一个太阳它会变成恒星，它还不够大。再大一些也变成另外一个恒星。你说奇怪，它变恒星，我们地球为什么不会变恒星？成分就无同啊。咱太阳是氢气、氦气给燃烧对无？咱有地壳有迄个，所以后壁这四粒咱就叫气体行星。因的组成的成分。咱这是岩石跟金属组成，最大一个差异就是它的成分。咱有材料登陆木星吗？木星没有路给你登。你今仔只要太空船，你要想要登陆木星，一载落也遇到越来越浓的大气，最后整个卷进去。它没有一个表面的陆地，它整个星球是流动的，你知道吗？所以恁看伊的图吼，恁就知影是安怎后壁伊四粒。你有看到因的花纹无？你看头前四粒的花纹，甲后壁，咱先莫看伊的 size 啦，很明显后壁四粒拢啊大片。但是你有发觉因的花纹，是安怎后壁四粒拢是有横纹，头前伊四粒拢无，因为后面。它的星球是流动，伊若会流动，伊个位列自转轴，安尼转动去流动，会形成横向的纹路。咱袂啊，咱的地壳袂做伙，不是流动的啊，所以我们会有陆地的纹路啊，顶多就是大气而已。但是它整个星球就是气体。木星节上有名的伊大红斑。这个红斑是啥样在？西条仔基，是迄个胎记。这个红斑是木星顶管的红胎。这个台风你知道多大？它可以塞3颗地球进去。它吹了300年了，人类看着它吹了300年了，没有停下来。咱地球的红胎怎来停落来？咱地球的红胎吹啊陆地，有摩擦，有山脉阻挡，就愈来愈细，拢无伊。但是木星的红胎伊是规粒星球内底物件对伊做伙洗的，所以伊直洗袂煞，当时的无伊，到今个毋知。叫木星，木星叫啥？木星的英语名叫啥 ？Jupiter。Jupiter 是啥物事？错，大家一起哦。Jupiter就是那个，不是那射箭那个吗？不是，天神。你听过宙斯吗？宙斯。我子马巨石。宙斯是希腊名字。我们都是用它的罗马名字，从 Mercury、Venus、Mars， 这个是罗马名字，它都是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但它有分希腊文的名字跟罗马文的名字。Zeus 是希腊名字，所以它用天神宙斯直接翻是用希腊，罗马名字就叫 Jupiter， 所以它是天神天王就对了，天神啦，有红大地安尼啦，玉皇大帝啦。行星之王。木星还有一个称号，一个彗星杀手。然后这个彗星杀手，伊做大粒，重力很强，所以咱为太阳系外飞过来的彗星，经常栽到木星上面，所以它是彗星的坟场，彗星杀手，好加载。那无安呢，咱地球和彗星拢着的比例会提升很多。所以它也是我们保护神哦，它把彗星先吸进去了，不然很多彗星会撞到地球。
来后壁一粒，这粒星上有出名的就是伊个足水的迄个 ring 土星 Saturn 是啥物事吼？土星规粒是看起来是迄个土黄色，令人想到土地作物，所以这个 Saturn 是谷物之神。因有迄个直系血亲的关系哦。这个 Mars 是 Jupiter 的囝哦，啊，这个 Saturn 是 Jupiter 的老爸哦，就是顶一代的天神就对啊，吼，顶一代的天神 Saturn。啊，土星这个环是啥物轴型的？它也是碎片组成的，只是绕在土星周围，所以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土星本只卫星去攻破伊，变做碎片。啊，嘛有一个讲法就是说，甲拄仔相共的天星的时阵，就是绕在这个周围了，好，这个都有这种说法。来，道家哈，即人类不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肉眼看到的极限。后来人类发明望远镜之后，天文望远镜之后，就看到了下一颗天王星。天王星有一个很诡异的地方。伊这有画出来，伊无画。天王星也有环，但是天王星的环无土星啊水，很淡。天王星的环是呈垂直的，天王星的自转轨道哦，也是几乎跟它的公转面平行哦，等于天王星整个是这样子平躺着转哦。咱的地轴倾斜一个23度半对了，其他都倾斜一个小角度哦。天王星在躺了90度这样转哦，想哪样呢？风火轮要转到，红龙龟。科学家这种诡异的自转轴啊，科学家推论的天王星曾经有一次天翻地覆的被不知道彗星还是行星，反正因为它整个是气体。伊规粒甲结落了后，伊分飞破散，但是没有完全散开来。它在旁边飘的，用个万有引力，然后它这些气体又聚在一起，之后呢，就形成了这种诡异的自转轴，还有一个几乎垂直的环，好淡淡的环。好，高家人类望远镜的极限的高家。但是那时候人类观测天王星的轨道，感觉足奇怪。因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带进去之后，发现讲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无啥对呢。因为伊算出来轨道，天王星的轨道无应该是安尼行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天王星外口有一粒星体。去影响伊的轨道，所以科学家根据这种可能，他去计算说这个星体的轨道，这个星体应该在哪里，伊的轨道应该安怎，所以然后科学家他先算出外面那颗星体的轨道在哪里，怎么走之后，再拿望远镜去对着它去追踪。你知影无？就是我看无啦，啊，毋过吼。我知伊安尼行，应该是安尼行，因为我为天王星算出来就是安尼。我会当用底片去长期曝光嘛，我光亮不够看不到啊，可是我追踪你，我就长期曝光，终于看到下一颗海王星。天王 Uranus 就是他又找他爸爸出来了。所以你说他是天神，他为什么叫天王？因为伊是第一代的天王，跟伊传予伊啦。这个Uranus 传予这个 Saturn 跟传予 Jupiter， Jupiter 是目前的天王，
伊是第一代天王，所以叫天王星。哦，后壁这海王星，这海神的意思，因为海王星是一颗，这两颗都是蓝色的，海王星特别蓝，也颜色特别蓝。这系量木星这班长，因为上大了，叫类木行星。来，这两群有什么差异？咱甲我讲的，组成成分不同嘛。咱讲这两点因为离太阳较近，所以是气体行星。这两颗已经要说是冰块行星了。虽然它们的成分都差不多，都是什么冰啊、甲烷啊、氨气啦这些成分。简单来说，因为温度的关系，温度低那个氨气、甲烷就会变固态嘛，稍微没有那么低就是气态嘛，所以气体行星。虽然到这两颗都已经大部分都是固体，这就是岩石加金属，所以岩密度有差异。岩密度差不多在5、6这边，可是这些密度都在1上下。啥较重？对一群较重。右边。嘿，因为伊虽然密度伊的5、6倍，毋过伊的 size 伊的体积拢是几百倍，好几百颗这个类地行星的大小。它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它们因做侪卫星，木星的卫星有100多粒土星概念嘛有8、90粒，所以你宾馆过中秋节就爽嘞，月亮看袂了，无法登陆袂让你宾馆烤肉，海王星还有一个很特别，海王星上面有地球行星里面最强的风速，它的风速可以音速好几倍，是地球最强阵风的10倍以上，好像时速可以到2000公里超音速的风超音速好几倍的风以及行星里面最强的风暴。他们很多因这些行星拢做侪了，咱的类比的行星拢是一粒无就是无。他们的行星很多都是跟我们类地行星组成很类似，是岩石或金属组成。好，这咱的8大行星，问一个问题，以前是拢9大行星，上尾一粒叫啥？冥王星啊，想要无去啊？冥王星哪儿去了？Where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你不见了吗？为什么？以前，真正阮以早读册时阵拢背9大行星啊，想要咱这边8大行星啊。来，我来讲一件代志。这件代志发生伫2006年。后来，冥王星都拍水，冥王星又是发现海王星的轨道有变，然后又是这样子去找出来的就可以又发现冥王星外面还有第10颗、第11颗、第12颗、第13颗、第14颗。它们的性质，冥王星的性质不属于类地，也不属于类木，它就比较接近彗星的特性。所以问题来了，你若要把冥王星算起来，你外口这几粒，你就要变13大、14大行星啊。然后科学家在2006年的时候，国际天文协会开一个会，在会议中表决修改行星的规则，就是什么叫行星的定义去修改。内底有一条，冥王星其他都符合啦，譬如说要绕着恒星转，要怎么样？但是有一条，就是用了这一条，行星要能够自己清除轨道上面的杂物。冥王星没有做到，还有它外轨的这些没有做到，
所以冥王星就被降级，叫做矮行星。它周围这几颗不是不见的，有几家都处理的代志。你们有没有听过挑战者奥太空梭爆炸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我念国中的时候，那个事件很震撼哦。一艘太空梭发射之后，在人类还可以看得到它的天空，好像才1分多钟，就在空中爆炸，像化成烟火。而家这个代志最严重的就是讲，伊内底除了太空人，敢是有67个之外，内底坐一个美国的小学老师，他是在全美的小学里面甄选上可以上太空的老师。他之前要受好几个月的太空人训练，但是他的学校是他们班的学生都做华裔啊。阮老师是全美国唯一会让上太空的老师，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他实况转播的时候，他全部的学生家长，不要说全校，因为他们班的，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老师做太空梭在面前去爆炸。我告诉你，那个真的，黑妹姐弄在心理辅导，我一辈子的创伤。问题来了，为什么会爆炸？当时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组织一个失事事件调查委员会，派了前不久刚过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费曼主持这个失事调查的会议。这费曼在公布结果的记者会上，当场做实验哦。那记者会是很有名，因为全世界瞩目，不要说太空梭的造价几百亿美金啊，上面那几条人命那是无价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用一个黑色的橡皮圈，这种橡皮圈不是咱普通的橡皮筋，那叫 O-ring。你拿太空梭是用啥做燃料的？太空梭一桶液态氧跟1桶液态氢，2桶，然后用输送到引擎去点燃，产生什么？氢跟氧燃烧产生什么？水嘛。利用这个动力，反作用力把太空梭送上去。你想看嘛？氢气、氧气要在管子里面跑，对不对？我管子那么长，我但不能一体成型啊。管子跟管子接的地方要怎么办？它就用那橡皮圈，然后它有牙头，圆形的牙啦，去夹那个橡皮圈，让管子结合，这样气体才能在里面流通流。伊做啥物实验？伊撒一个冰水，撒迄个乌水，佮伊太空梭用橡皮圈，甲伊泡入冰水内底，佮撒起来，一压，迄橡皮筋顶管出现必损。伊就讲，这个太空梭失事的原因是安怎？一出现必损，它密合度就会出问题，对不对？所以它的氢气或氧气就会漏出来，漏出来之后，它就会在不该燃烧的地方燃烧，太空梭就爆炸。但是问题是技术的问题吗？不是，抱歉，太空梭手册都告诉你了。当天如果发射的时候，气温低于几度的时候，太空梭不能发射。当时气温过低。问题是这个工程师有没有提醒上面？有。报告长官，今天温度过低，太空梭不能发射。长官唔捌这样，长官，拜托你甲我缀笑的吼，我记者拢来啊，全美国、全世界拢在看，你甲我讲今仔日袂当发射出去，你甲我真笑的。照常发生，酿成悲剧。这就叫什么？政治凌驾专业。政治凌驾专业。好，发生这个悲剧之后 ，NASA
停了很多太空计划。当时有一个计划，发射一艘冥王星号去探测冥王星，这个计划也被暂停了。不过，主持这个计划的博士运用了很多民间的力量，请愿，终于让 NASA 在2006年的年初把这艘冥王星号发射出去。结果，国际天文年会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在他发射出去后，居然开会把冥王星给降级了。吼，那个教授 K 刚现在还在寻求方案，你知道他那种心情吧？我用尽心思，我计划我要探索地球最外围的那一颗行星，结果你居然开会说它不再是行星了。它发射出去了，你知道我们从地球飞到冥王星这个旅程是有多远吗？以我们太空船飞的速度，我告诉你，它可能等一辈子等不到它飞到冥王星。要安怎？咱是有够巧的。这艘冥王星号发射出去之后，它经过火星，它当然不要登陆火星，可是它经过火星的时候，是不是会受到火星重力牵引？是不是往火星那边加速栽下去？可是它算得准准的，就是栽过去之后，利用它的轨道绕一圈，再甩出来之后，比它原来的速度更快。也就是利用火星的重力加速，到木星再玩一次，又让木星甩了它一圈，甩这2次之后出来，终于可以在10几年的时间飞到冥王星。缩短，无一世人等袂到。你现在到网络上去找冥王星的照片，都是这艘冥王星号，它已经飞过了。它没有再回来，它就往行星外一直飞出去了。都是它飞过冥王星的时候拍的照片，你现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都是这个冥王星号。好，它依序探测完，它的目标就是冥王星，这个目标就是冥王星，所以这嘛是做处理。现在一群科学家还在寻求方案哦。这如果方案成功，我们的行星可能到好几10颗哦，不是8大而已哦。你惊袂？你讲要是这样8了就袂加，到时就几10了就。咱也有可能的，咱的教育就是安尼啦。想着拢在背迄个名啦，问题是你背这是要有啥物意思啦？你背这个有什么意思？你要一颗一颗去了解它，它上面它对你才会产生意义，对不对？所以你一个一个去了解它，水星也特性，金星、火星，它有什么特性？好，这个是咱的8大行星，列伫咧有。咱另外还来讲咱宇宙的组织，我们宇宙又大得不得了啦，150亿光年你可以想象吗？你会问我说宇宙的外面是什么？问题你连宇宙的边边你都想象不到，你还在想宇宙的外面？我们的宇宙本身里面大概有7、8成的东西，我们叫做暗物质。这些物质我们是对它一点概念都没有，剩下2、3成是稍微有概念，我们有研究过的，在这2、3成里面占不到1成，是我们人类有研究过的。那这些暗物质里面会不会真的有天堂，真的有地狱啊？谁也不敢讲。所以你科学越学，你越觉得说，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咱未知 unknown 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宇宙这个东西。来，今仔先讲到这。